今鋪咧 Windows notebook 咧真係自求多福啦。原因咧就係尋晚咧 Apple 咧發佈咗最新嘅咧 MacBook Neo 啊，價錢只係賣緊4799蚊啫。咁當然佢裏面嘅 spec 就一定唔會係靚仔嗰啲啦。A18 Pro 再加埋8GB RAM、256GB 嘅 SSD。而顏色方面咧就會有翻銀色啦、深藍色啦、粉紅色啦同埋黃色4隻顏色可以揀。咁至於 A18 Pro 行 macOS 會有啲咩效能質素咧？咁我就係唔知啦。咁不過我比較建議大家就係升級到上5499有翻512GB啦，同埋 Touch ID 噶。嗱，講明先啦，我唔係 iPhone Boys 嚟嘅吓。咁除此之外啦，規格方面啦，呢一部機咧13寸嘅熒幕咧就已經去到一2K 嘅 resolution 噶啦，而且喺咁嘅規格底下啦，只需要一個 USB-C 嘅20W咧就可以充到電啦。咁真係啦，在座咁多位廠機嘅 notebook 有邊間可以做得到咧？咁不過啦，喺20W充電底下啦，其實咧佢都仲可以用到16個鐘頭咧去播片啦，又或者11個鐘頭咧上網噶。咁不過比較要留意就係咧，佢內置咧就係36W hour 嘅電池，咁即係其實係咪20W嘅電咧係應該充唔飽佢咧吓？嗱，咁講到部機咁好啦，咁個 spec 上邊咧有冇啲缺點咧？當然都有啦吓。咁作為一部 MacBook 咧，佢只係得咧2個 USB-C 啦，而且咧一個咧係 USB3啦，另一個咧係 USB2嚟噶。好彩嘅地方咧就係 USB3咧都仲有10GB，同時之間咧仲可以 output 翻咧 4K 60Hz 嘅熒幕嘅。不過講到最令我費解嘅地方就係咧，佢 A18 Pro 咧竟然咧都要1.23Kg 重喎。咁但係 anyway 啦。